前幾日，王浩信同埋陳自瑤13歲個女私人社交賬號意外曝光，多張其與男友嘅親密合照流出，擁抱、貼面、親吻等畫面引爆全網熱議。令人意外嘅係，呢一對深陷離婚傳聞多年、鮮少同框嘅夫妻，罕見同步發聲，一致對外保護個女，呼籲網友尊重孩子嘅成長空間同埋隱私。呢一份久違嘅童心，亦再次將佢哋嘅婚事內幕推上風口浪尖。作為 TVB 昔日金童玉女，王浩信同陳自瑤嘅婚姻曾經被稱作草根男亦雜娶女神嘅典範。只係呢一份睇似完美嘅感情，從一開始就暗藏背叛隱患。陳自瑤多年嘅忍耐，始終未能夠換來安穩。兩人嘅緣分始於娛樂圈底層打拼時期。1983年出生嘅王浩信，外號信號王。2005年以歌手嘅身份出道，2006年簽約 TVB。初期因為老戲急雲集，始終徘徊喺3、4線。後來憑借住名媛望族中連續挨咗劉松仁10幾個巴掌嘅名場面嶄露頭角，靠可以挨苦嘅韌勁逐漸站穩腳跟。比王浩信大2歲嘅陳自瑤出道更早，起點更高。2000年20歲嘅佢參加天網娛樂 Cyber Girl 選舉奪冠，以模特兒嘅身份出道，隨後因為一支長途電話廣告一炮而紅，成為咗當時嘅宅男女神，更加直接拿下電影《愛上我吧》女主角資源，堪稱出道即巔峰。同模特公司合約到期之後，陳自瑤簽約 TVB， 卻因為甜美娃娃臉被局限，難以撐起女1號嘅戲份，多出演小三、惡女等討喜度不高嘅角色，逐漸淪為咗 TVB 嘅黃金配角。兩個人因為廣告拍攝相識，後來喺合作當中進一步熟悉並互生情愫。王浩信曾經喺採訪當中坦言，未入圈嘅時候就欣賞陳自瑤，可以追到佢係自己嘅幸運。2009年，兩個人泳池約會被媒體拍到，大方承認戀情，透露已經交往大半年，雙方父母均認可，感情穩定。呢一段女強男弱嘅戀情初期並唔被外界睇好，唔少人質疑王浩信攀高枝，但兩人用一系列嘅甜蜜舉動打破爭議。2011年，王浩信喺自己主演嘅舞台劇《新辣人妻》落幕嘅時候，當住全場觀眾嘅面，以向日葵同埋情歌為驚喜向陳自瑤求婚。同年，兩個人特意選咗喺11月11號11點公證結婚，寓意一生一世一雙人。2012年，女兒出生，3口之家嘅畫面一度圈粉無數，成為咗 TVB 熱門人氣 CP。婚後，陳自瑤主動減產，將重心放喺家庭同埋個女身上，全力支持王浩信嘅事業。每當王浩信入圍試低，佢總會到場加油。王浩信遭遇事業瓶頸嘅時候，佢亦都始終陪伴鼓勵。婚後2、3年，兩人同框甜到拉滿。王浩信亦都多次公開感謝陳自瑤嘅付出。但係隨住王浩信嘅事業崛起，兩人嘅感情逐漸出現裂痕。導火索就係王浩信一次又一次嘅緋聞。事實上，王浩信嘅花心早有端倪。喺同陳自瑤求婚之前嘅幾個月，佢就被媒體拍到將暖模鄭子慧帶回家中過夜。謝子慧離開嘅時候，頭髮濕立立，疑似喺皇家沖涼留宿。事件曝光之後，王浩信緊急澄清，稱只係朋友聚會，謝子慧僅喺佢屋企洗頭，並冇越界嘅行為。彼時為咗順利成婚，陳自瑤選擇相信並且公開為佢辯解，怒斥謝子慧炒作。但係呢一份包容，反而令到王浩信變得更加肆無忌憚。婚後，隨住王浩信喺 TVB 嘅地位提升，作品增多，緋聞亦都越發頻繁。短短幾年就被媒體梳理出8次出軌傳聞，每一次都引發全網熱議。除咗婚前嘅謝子慧、黃心穎、江嘉敏以及傳得最兇嘅蔡思貝，均係緋聞對象。王浩信同黃心穎嘅緋聞始於合作劇集《東坡家事》，兩個人喺劇中飾演夫妻，對手戲比較多，私下互動頻繁，逐漸傳出曖昧嘅傳聞。隨後有圈內人士爆料，兩個人喺劇組拍攝期間形影不離，甚至私下牽手同行。更加有疑似女演員陳偉嘅爆料音頻流出。
稱曾經喺劇組去大陸工作嘅時候，親眼見到兩個人成日黐埋一齊，拖手同行，暗示關係唔一般。對此，王浩信以同事關係澄清，黃心穎亦未正面回應。後續黃心穎同許志安婚外情曝光，引發全網聲討。陳自瑤曾經喺社交平台點讚鬧黃心穎嘅相關內容，其心中嘅委屈可見一斑。此外，王浩信仲同曾嘉敏喺英國合作拍攝劇集期間傳出緋聞，兩個人被媒體拍到多次同行，私下互動曖昧，甚至有爆料稱兩人拍攝嘅間隙經常互撩。不過隨住劇集拍攝結束，兩個人交集減少，緋聞亦都逐漸平息。但係呢一段過往依舊俾陳自瑤帶嚟咗傷害。喺所有嘅緋聞對象當中，蔡思貝同王浩信嘅緋聞持續時間最長，熱度最高，幾乎成為咗外界默認嘅公開秘密。兩個人因為合作 TVB 劇集踩過界結緣，王浩信飾演主角盲俠，蔡思貝飾演其拍檔，劇中默契十足，私底下亦都經常結伴聚餐互動。媒體多次拍到王浩信深夜開車前往蔡思貝家中，逗留2小時之後先至離開。兩人仲曾經流出親密貼臉嘅合照，眼神曖昧，難以用同事去解釋。面對外界嘅質疑，王浩信始終堅稱同蔡思貝只係好朋友、好同事，呼籲外界唔好過多解讀。但兩個人嘅公開互動從來未避嫌，尤其2次 TVB 頒獎禮，堪稱呢場緋聞嘅公開修羅場，亦都徹底撕碎咗王浩信同埋陳自瑤感情依舊嘅假象。蔡思貝亦都因此被貼上望夫石嘅標籤。不過因為望嘅係人哋嘅丈夫，所以遭到全網吐槽。第一次頒獎典禮上，王浩信憑借踩過界，首次斬獲 TVB 視帝。當時正喺後台接受採訪嘅蔡思貝，一聽到頒獎結果，即刻拋下記者飛奔到台前，全程緊盯王浩信，滿面驕傲同埋喜悅，比正牌妻子陳自瑤仲要激動。望夫石嘅外號亦都由此流傳開嚟。2024年 TVB 頒獎典禮上，場面更為尷尬。王浩信再次斬獲視帝，蔡思貝則同步拿下視后。緋聞漩渦當中嘅兩人喺頒獎台上頂峰相見。王浩信發表獲獎感言嘅時候，特意提到妻子陳自瑤，感謝其多年嘅陪伴同埋付出。但鏡頭切到台下嘅陳自瑤嘅時候，佢全程面色冷淡，眼神空洞，毫無喜悅同埋感動之情，仿佛台上領獎嘅係陌生人。陳自瑤嘅黑面引發全網熱議，外界普遍認為佢嘅冷漠源於對王浩信緋聞忍無可忍，尤其係見到丈夫同埋緋聞對象同時攞獎，風光無限，心中嘅委屈同埋憤怒再都冇辦法掩飾。更加令人不滿嘅係 TVB 以此製造話題，博取熱度，特意安排王浩信同埋蔡思貝一同行紅毯，而陳自瑤則獨自登場，形成咗鮮明嘅對比。紅毯上面，蔡思貝身着華麗嘅禮服，姿態張揚，笑容滿面，眼神當中甚至帶有一絲不易察覺嘅挑釁。王浩信則全程僵硬，面色緊繃，眼神閃躲，難掩心虛。兩人並肩行紅毯嘅畫面，被網友調侃為現實版《回家的誘惑》。修羅場氛圍咁拉滿。頒獎典禮結束之後，陳自瑤並未同王浩信一同離開，而係乘坐好友黃翠如、蕭正楠夫婦嘅順風車獨自離去，進一步坐實咗兩人感情破裂嘅傳聞。呢啲年嚟，陳自瑤對王浩信緋聞嘅態度變化十分明顯。從最初嘅信任、辯解到後來嘅打圓場、沉默，如今已經明確表示唔願意再回應任何關於兩個人婚姻以及王浩信緋聞嘅問題，為咗俾女兒一個完整嘅家，佢多次選擇咗忍讓妥協，但係呢一份忍讓並未換嚟王浩信嘅悔改，其經濟上面嘅算計更加係俾咗陳自瑤致命嘅一擊。多年嚟，王浩信一直公開營造寵妻人設，多次同媒體表示自己努力工作就係為咗賺錢買豪宅，俾陳自瑤同埋個女更好嘅生活。但呢一份承諾始終未能兌現。近期有媒體爆料，王浩信早已經偷偷購置咗一套豪宅，卻未告知陳自瑤，反而趁其外出工作期間，
偷偷辦理房產手續，將豪宅登記喺自己嘅名下。陳自瑤直到睇到媒體報道，先至得知此事。丈夫嘅防備與算計，徹底打破咗佢嘅期待。近年嚟，媒體多次爆料稱王浩信同陳自瑤早已離婚，只係為咗保護個女未公開。兩個人已經分居多年，互不干涉。面對外界嘅猜測，兩人始終回避回應，要麼打太極語焉不詳，反而加劇咗外界嘅疑惑。外界推測兩人並未公開離婚，或者係為女兒成長考慮，或者係擔心影響各自事業嘅口碑同埋資源，亦或係只剩低利益捆綁同埋對個女嘅共同責任。值得一提嘅係，拋開兩個人婚姻嘅恩怨，陳自瑤呢啲年嚟嘅轉變令人矚目。曾經為愛放棄事業、溫柔忍讓嘅佢，喺經歷多次背叛同埋算計之後，逐漸醒悟，重新專注於自身嘅事業。憑借努力，佢斬獲 TVB 最佳女配角，擺脫咗黃金配角嘅標籤，更加首次主演電視劇婚後事，用實力證明演技。而且呢部劇嘅內容就係妻子反擊出軌丈夫，網友們紛紛猜測係咪喺度影射緊陳自瑤自己嘅婚姻。此外，陳自瑤仲官宣將會喺廣州舉辦個人首場音樂見面會，主題為 Be Your Own Light， 盡顯自信灑脫。最後可以確定嘅係，呢一段貌合神離多年嘅婚姻早已經冇挽回嘅可能，而陳自瑤亦都早已經唔係當年嗰個為愛一味忍讓嘅小女人。後續我哋將會持續關注兩個人嘅婚姻狀況，第一時間為大家更新，亦都歡迎網友留言討論，傾下你對王浩信同埋陳自瑤嘅婚姻睇法。